校祖拿夏利所寫嘅《光在華夏》一書指出，1872年學校創立嘅時候，以真光命名，展明學校嘅根基係源於耶穌基督，選取銀星為徽號，寓意係伯利恆之星，引導凡係嚟到學校嘅人尋找耶穌，認識真理，繼而各人高舉真光，到各地傳揚福音，叫人從黑暗走出光明。建立香港真光嘅何蔭堂校長響1972年真光創校100週年紀念感恩會致辭，明言真光學校嘅教育宗旨就係為神樹人，而真光嘅校風同精神擁有以下4項特質。上帝係創造嘅上帝，佢按住自己嘅形象造人，並且讓人亦都擁有創造建設嘅能力。1935年，香港真光初立於堅道。1951年，中學部遷入大坑道校舍。從50年代到70年代初，係真光校園嘅建設時代。小學校舍、運動場、中學部東南座同埋西南座教學大樓、真光堂、噴水池、體育館、百靈堂、游泳池先後落成。1997年，校董會決定拆除1951年落成嘅第1期校舍，改建為2幢7層嘅新教學樓。自2000年8月工程完成。從2013年到2020年，校園逐一翻新改建，先後有室內恆溫游泳池、中學部西南座1、2樓嘅真光資源館，入邊有圖書館、電子教學中心，同時亦都擴建禮堂舞台。小學同幼稚園校舍亦都進行改善工程。到咗2024年，我哋又展開小學同埋幼稚園部校舍重建計劃，期望響香港真光建校邁向100週年之時，為學校發展帶嚟嶄新嘅機遇。歷年以嚟，真光校園不斷建設，期間當然遇上唔少嘅挑戰，其中最困難嘅係籌集資金。當時係點樣應對呢啲挑戰嘅呢？我哋曾經訪問梁燕婷校長，佢話籌建中學校舍嘅時候，盧偉興主任曾經前往美國同埋加拿大探訪校友，分享學校發展嘅需要，得到眾校友成立真光基金會嘅款項，而且歷年嚟亦都有唔少嘅校友同埋真光嘅友好，將佢哋嘅遺產捐贈學校，用作發展。除此之外，亦都唔少得學生同埋老師嘅積極響應。我哋每一個學生都會俾個籌款嘅捐款冊俾佢，咁佢哋自己捐咗幾多錢呢？佢哋就會登記嘅，都揸住嗰啲捐款冊呢，就周圍向佢啲親戚朋友嚟到係籌款嘅。咁所以係牽涉唔單止1年嘅事啊，即係1年啊、2年啊，都係咁樣。甚至乎我哋校長咧，何忠忠校長咧，佢都係好落力去捐嘅。佢自己咧就帶住本簿咧，即係捐款嗰啲簿咧。佢坐巴士嘅時候咧，喺度等巴士咧，就會見到其他嘅街坊啊咁樣，都會向佢哋推介真光嘅需要啊，都會咧請佢哋捐錢啊咁樣。咁而我哋老師咧都有好大嘅參與嘅。咁我哋老師為咗籌款咧，我哋會做戲嘅。老師做演員，響禮堂就做話劇，咁咧買飛嘅喎，啲學生要俾錢
翻嚟睇，或者啲校友要俾錢翻嚟睇，咁係一個籌款嘅方式。咁亦都老師咧有一個時期咧，就係自願地咧減人工嘅。我哋7折之薪，個個老師都唔同薪水，佢哋自己咧就酌量捐款嘅。正如何蔭堂校長所講，真光學校係要訓練學生具備公義忘私嘅精神，呢個係一切對從事服務大眾、改良社會工作嘅人內心所不能缺少的。真光同學喺學校入邊有各種嘅團體，學習彼此相愛、合群服務。畢業之後，縱使分散世界各地，仍然熱心籌組校友會，關心母校嘅發展。就讓我哋聆聽嚟自加拿大魏桂英校友嘅分享。點解佢多年以嚟會積極參與校友會呢？點解當佢知道百年重建計劃要展開嘅時候，就招聚同學集腋成裘回歸母校呢？喺多倫多嘅同學會嘅時候，我係做職員。多倫多同學會做2個 function 一年，一就係5月嘅校慶，第2就係歌頌崇拜。我又見到好多啲好老嘅校友都會冒住風雪都會去參加學校嘅即係同學會嘅聚餐啊嗰啲嘢。我更加見過白學董嘅校友。即係已經好老㗎啦，即係佢啲仔女同佢一齊去。咁點解啲人有咩原因令到佢哋會去咁樣，即係去參加一個 dinner 咧咁啊？我估就係因為真光呢個名。我見到其他啲同學一齊嘅時候，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嗰種close knit 嗰個大家關懷嘅嗰種情誼。我認為咧，真光俾我嘅教育唔係真係單方面，即係令到我可以出去賺錢。佢俾我一個又知道我要感恩，我要多謝學校俾我嘅嘢。即係呢個就係可能就係唔係淨係我相信其他同學都係咁。再做得更好，就係大家幫一幫手。咁只要個機會就係可以用行動表示以賴世之光。我哋用好少嘅力量，可以令到 push 到呢個大嘅 project， 咁下一代可以有一個好嘅、更完美嘅建築物喺裏面學習。你有一個好好嘅校園，你有一個好好嘅老師，你應該要珍惜，因為呢啲唔係咁容易有嘅。就第日當你長大嘅時候，你就會回憶，你會感恩。真光嘅師生，無論喺學與教、學生嘅成長同埋品格嘅塑造，都力求完善。回顧過去數年，面對世紀疫情嘅衝擊，全港暫停面授課堂之際，我哋仍然善用科技資源，靈活應變，以網課甚至網考維持日常嘅學與教。學生、老師更加透過電話彼此問候，以視像嘅平台召開班會。舉辦課外活動，及至係海外嘅姊妹學校更加進行網上嘅交流活動，同時亦都錄製係聖誕歌頌會、校慶感恩會，聯繫全球嘅校友送上祝福。回想呢段嘅日子，師生們依靠上帝嘅恩典，齊心協力，無懼環境嘅限制，喺艱難嘅日子入邊，仍然相互砥礪，攜手前行。我心裏盡是感恩。真光在港建校90年，讓我哋承先啟後，以創造建設、
愛群服務、克己犧牲、力求完善嘅精神，為神樹人，使人認識福音、敬愛上帝、順從耶穌、立己立人。